大家好，我係心臟專科醫生李英兆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主題就係心臟準備作用 RIC 嘅防病養生方法。大家知唔知啊？早喺1986年，科學家已經發現，如果喺心臟血管長時間阻塞之前，先做一啲短暫阻塞，心臟就會變得更耐壓，減少梗塞傷害。呢個現象就叫心臟準備作用 IPC。去到2001年，又有人發現，只要喺手臂用壓脈帶做短暫阻塞，都可以啟動同樣嘅保護機制。呢個就叫間接心臟準備作用 RIC。簡單嚟講，就係用壓脈帶充氣到200 mmHg，維持5分鐘，再放掉，重複3至5次。呢個細細個動作，竟然可以幫心臟提前演練，減低傷害，仲保護健康。RIC 作為一種輔助醫療，喺傳統醫學入面已經用咗40年，有超過6000篇醫學論文證實，做3至5次缺血再灌注循環，或者每日做1次慢性 RIC， 效果唔止保護心臟，仲令全身器官都更加有抵抗力同性。背後有3大保護機制：體液因子，血液會釋放保護物質，好似腺、一氧化氮；神經通路，自律神經被啟動，令心血管反應更加穩定；免疫通路，抑制過度發炎，提升全身防護力。就係因為呢啲耐受性同性 ，RIC 先可以成為輔助醫療，甚至係多種疾病嘅新療法基礎。壓力其實會激活人體嘅戰鬥或逃跑反應同防禦機制，令心臟、免疫力，甚至成個身體都更強壯。呢個過程會喺血液同中樞周邊組織釋放一啲物質，好似外泌體同保護性因子，可以幫手逆轉疾病同老化。但如果壓力太大、太耐，就會反過嚟傷身。科學上叫呢個現象做雙相劑量效應，少量有益，多量有害。身體仲有個秘密武器叫體內平衡，即係健康，保持血壓、體溫、血糖喺穩定範圍。適量嘅壓力反而可以增強我哋維持呢個平衡嘅能力，令健康再升級。你知唔知啊？只要喺手臂用壓脈帶做 RIC， 就可以完全阻斷肱動脈，模擬急性心肌梗塞，即係冠狀動脈完全阻塞。呢個假阻塞會令身體以為心臟快要出大事，立即啟動全身防禦系統。呢個防禦系統可以保護線粒體，抑制發炎，釋放一氧化氮，令血管更有彈性，啟動自噬，即係細胞嘅自我清理系統。呢啲防禦機制正正針對好多慢性疾病嘅根本原因，好似血管硬化、慢性發炎同線粒體功能障礙。所以RIC 真係可以幫身體防禦疾病。RIC 其實係一種激勵性刺激 （hormetic stress）， 會觸發身體嘅自然防禦機制。呢啲防禦機制直接針對老化嘅根本原因，好似線粒體功能障礙、慢性炎症、細胞通訊中斷同自噬受損。所以 RIC 可以幫手抗老化。作為激勵性刺激， RIC 亦會挑戰身體嘅體內平衡。身體會即刻啟動負回饋回路來自我調節。發炎嘅時候會釋放抗發炎因子，血管收縮嘅時候會釋放一氧化氮，令血管放鬆。細胞受損嘅時候會啟動自噬，即係細胞嘅自我清理系統。呢啲反應唔只係修復，仲會令身體升級到更強嘅平衡狀態。科學上叫做超補償或者 allostatic 適應。平衡能力越強，身體就越健康，亦唔容易老化。只要喺手臂做 RIC， 身體就會釋放一大堆保護因子同外泌體，同時仲會清除有害因子，好似自由基。所以間接心臟準備作用同異時共生模式係好有關聯，因為佢哋都係改善細胞外液、改善細胞結構同功能，從而逆轉疾病同老化，延長健康生命期。呢個唔係偏方，而係科學認證嘅養生醫學。呢個就係100幾年前嘅異時共生老少連體實驗。科學家將年輕同年老嘅大白鼠用手術方式連體，提供咗一個實驗模式去研究細胞同組織老化嘅過程，同老化相關嘅疾病進展，仲可以觀察其他老化指標，
包括壽命。結果就揭開咗青春同長壽嘅科學密碼。老少年體 Heterochronic Parabiosis 實驗，年輕老鼠嘅血液流入老年老鼠身體，好似補充咗青春能量，同時仲可以將衰老嘅壞因子排走。結果就係老鼠嘅細胞環境變乾淨，功能變強，甚至可以逆轉疾病同老化。呢個就係養生醫學嘅科學秘密。只要補充好嘅因子，例如健康飲食、規律運動，同時排走壞嘅因子，唔抽煙、唔飲酒，少啲壓力，身體就會入到一個好循環。咁樣細胞環境會變乾淨，功能更強，甚至可以逆轉疾病同老化。呢個就係養生保健嘅科學秘密。你知唔知，其實養生醫學嘅概念早喺2000年前已經出現。東漢名醫張仲景講過，醫學唔只要治病，仲要保命，更加要養生。可惜呢個最後嘅目標，養生保健，喺過去2000年一直被忽視。依家我哋就係要將佢重新揾返嚟。人生有4個階段：出生、衰老、生病、死亡。養生醫學嘅目的就係要減輕衰老同疾病嘅影響，仲有方法可以幫手逆轉老化，抵抗疾病，令我哋活得更健康、更長壽。除咗發表醫學文獻之外，我喺2025年喺英國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出版咗《養生醫學》一書，目的就係要將養生保健重新帶返入醫療。現代醫生成日忙住治病，但好少花時間教大家點樣養生。結果就係藥物同器械成為主角，而預防同逆轉疾病、老化嘅方法反而被忽視。呢本書要同大家講，養生保健唔只係延長壽命，仲係提升生命質素，令你活得更健康、更長久。我喺2022年已經喺台灣出版咗《養生保健法》中文版。呢本書嘅重點就係要同大家講，養生唔只係延長壽命，仲係提升生命質素。透過簡單嘅方法，就可以幫手預防，甚至逆轉疾病同老化，令我哋活得更健康、更長久。傳統醫學主要係治療器官同身體系統，但養生醫學就係由細胞開始，改善細胞環境、細胞外溢，恢復健康。傳統醫學可以預防同治療疾病，但養生醫學更勁，唔止預防、治療，仲可以逆轉疾病同老化。因為只有細胞可以逆轉，器官就唔得。所以如果真係想遠離疾病同衰老，養生醫學係必不可少。你知唔知？傳統醫學主要係治療器官，而養生醫學就係治療細胞。RIC 就係呢座橋樑，佢可以防禦疾病、養生保健、延長健康生命期，仲可以喺傳統醫學控制唔到嘅時候，成為強大嘅輔助療法。好似高血壓、心臟肥大、冠心病、心衰竭、心房顫動，唔少病人用傳統治療都仲係控制唔到，但加埋慢性 RIC 竟然有改善。因為只有細胞可以逆轉，器官就唔得。所以要真正遠離疾病同衰老， RIC 同養生醫學係必不可少。RIC 有咩咁勁？非侵入性，唔使打針食藥，冇副作用，仲方便、經濟、實用，人人都做到。佢唔只係輔助醫療，仲係防禦疾病、養生保健、模擬運動、提升體能、延長健康生命期嘅秘密武器。所以 RIC 應該同時成為傳統醫學同養生醫學嘅醫療方式。呢個就係 RIC 人人都用得嘅防病養生方法。最後要介紹一個超酷嘅發明，全球首創可以做 RIC 嘅整合血壓計。佢唔止可以量血壓同脈搏，只要冚一下 RIC 鍵就可以防病養生，幫身體維持健康，輔助醫療，對慢性病患者係好幫手。模擬運動，令身體有運動嘅效果，提升體能，每日更有活力。簡單方便，人人都用得。呢個就係防病養生嘅新秘密武器。最後要提醒大家2大重點：第一，傳統養生，健康飲食，規律運動，養成好生活習慣；第二，近期養生，用 RIC 血壓計做防病養生，
每周1次或2次間歇性斷食，仲有間歇性水分限制，幫助腸道、腎臟同皮膚系統更強健。只要持之以恆，1年之後你會發現自己更年輕、更健康，仲可以長期維持。大家都相信西醫養生及24血壓計可以養生嗎？趕快購買一台新建24血壓計，天天養生吧！記得要掃 QR code。謝謝大家的收看，我是李應少醫師，我們下次見。